代家谱啦吼，无去交代讲耶稣来吼要来成做弥赛亚啦吼，无较无讲遮啦专注是主耶稣的这个服侍啦，比如讲犯规的安怎好啦，病痛安怎好啦，神迹奇事安怎有显明啦，领受的人安怎有改变啦，这拢做可贵的吼，所以马可福音咧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侍吼，咱若学这个马可福音内底所记载主耶稣的代志吼，咱嘛会当像主耶稣安尼来服侍这个世代，服侍世间人。其实阮咧传福音嘛，望讲这软弱的病痛的吼，无依我困苦的人，拢会当来主耶稣的面前，伊要成做咱上好的朋友，伊嘛要成做咱上好的一个指导啦吼，伊是仆人来做打扮吼。仆人就是要服侍主人，所以讲咱的身份我尔真尊贵吼，咱是神的囝就是主人家内底的这个公主王子，安尼足特别的吼，所以爱惜身份听惜主耶稣给咱的机会。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这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餓，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的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搁伫空中大家来相斗阵。咱继续伫活命美娘的单元要来学习这个新约的概论，27卷新约圣经拢是圣灵来引带带领，这是伫主耶稣定十字架以后所放出来的一寡书信。当然这个四福音也称作耶稣基督的行传吼，咱已经谈过马太吼，咱接要来讲第二部这个马可福音。这马可福音的作者到底是什么人吼？顶头无明显的标记，但自古以来拢被公认是马可啦，因为无人会通晓认。第14章51节到52节内都有讲吼，即讲有一个少年家赤身披着一领这个麻布衫。用麻做的吼，跟对耶稣，结果互认出来了，人就要来掠。伊却将这个麻布等一边，赤身逃跑。所以这个少年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作者故意无爱讲啦，就亲像其他福音书那咧讲到家己是作者的时阵拢故意无爱讲出同款啦。那这个马可嘛，除了这本以外，其他3本的这个福音书拢无提起这个代志。可见作者是马可啦。马可伊伫这个彼得前书5章内底讲到，是由彼得带来信耶稣的信主，所以彼得甲伊真亲称伊做囝。彼得真疼伊，真器重伊，会使讲伫信仰顶头甲主耶稣福音安尼来三团交代。这马可有可能是跟对伫彼得边仔的这个随员啦甲做记录的。有甲保罗同工的时阵到了这个罗马，所以就和彼得和保罗同工。所以彼得伫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阵，马可有可能伫伊的身边啦。然后呢，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兄弟这个马可伫第一遍保罗布道旅行的时阵。半途就浪港就安尼保罗第2摆出去布道旅行的时阵，就无爱带伊去啦。后来保罗去用关押去用限制行动伫罗马的时阵，马可过来甲伊同工，而且保罗嘛讲马可对保罗有益处啦，对有帮助。这里提摩太后书第4章有讲保罗被关伫罗马的时阵其实马可可能早就伫遐啦。所以跟对彼得到罗马以后，依然留伫罗马这个
马可将彼得所讲拢甲写落来，所以才有彼得前书啦。后来呢，马可佫将这个彼得所讲的伊跟对过耶稣嘛这个主耶稣所行的一寡神迹记录故事主耶稣行神迹奇事，主耶稣所讲教训门徒的这个马可拢甲写落来所以传递当时罗马的这个基督徒，所以马可到尾就跟对彼得去传道啦马可福音差不多伫公元61年的时阵，60年的时阵写好啦主耶稣伫遮留落的榜样就是讲，一来无要奉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称作是神的囝。伊谦卑家己，取了奴仆的样式，食做人的这个样。所以特别伫这本福音书内底，特别都甲这个其他福音书无共比如讲无写到家谱啦，无谈到婴孩主耶稣当年的时阵只注重伊的这个服侍。所以无论对倒位到倒位拢是救人灵魂为念。天未光就做工，深夜才休困，有时连食饭嘛未够得到。所以马可福音一寡特色你讲到耶稣的服侍，看讲耶稣基督安怎来成做神的仆人所以称作神仆耶稣这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寡特色啦马可福音还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将主耶稣的这个行动甲表达出来迄个情感写甲真生动。怎讲真生动呢？可见对伫身边的这马可文笔应该还不错所以伊观察入微所用的这个词嘛真活泼伊所记录比如讲有这个乌鬼比如乌鬼犯着的，犯鬼的就对啦来找耶稣。这个马可伊所见证所写的拢甲其他福音书无共款因为耶稣来为天父做见证，主耶稣为家己所讲的做见证，过来乌鬼嘛为耶稣做见证，当时百夫长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主耶稣的重点伊工作的重点有这寡甲见证的这个方向，但主要毋是要介绍讲耶稣是基督啦，乃是要见证神的囝已经就显现啦无共款就是讲鬼来做见证咱是真特别啦但是主耶稣嘛无爱讲鬼就来甲做见证，毋免鬼来甲伊同工做见证马可福音咧讲到耶稣基督无愿意表明伊是弥赛亚，做救世主，做当时的王，因为足惊讲当时的百姓也是信者来误以为讲伊是要做地面上的君王，要带领大家来推翻这个罗马政府啦所以主耶稣其实伊所讲的安尼真谨慎所做的代志嘛拢真谨慎所以马可福音会使讲是安尼真特别有一个清楚的这个分段清楚的这个一步一步一站一站主耶稣行的神迹，主耶稣拄着所讲的教训的，使讲是互当时的人安尼真难能可贵的这个明白啦所以对这个马可福音咱会当真平凡的真平白的这个部分来参考到主耶稣当时传福音的时阵的迄种情形。所以咱搁再有机会安尼家己搁看马可福音静静看咱就会看到讲无去交代家谱啦无去交代讲耶稣来要来成做弥赛亚啦无较无讲遮啦专注是主耶稣的这个服侍啦，比如讲犯鬼的安怎好啦，病痛安怎好啦神迹奇事安怎有显明啦领受的人安怎有改变啦这拢做可贵的所以马可福音咧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侍咱学这个马可福音内底所记载主耶稣的代志咱嘛会当像主耶稣安尼来服侍这个世代，服侍世间人。其实阮咧传福音嘛望讲这软弱的病痛的无依我困苦的人，拢会当来主耶稣的面前，伊要成做咱上好的朋友，伊嘛要成做咱上好的一个指导啦伊是仆人来做打扮
啊，仆人就是要服侍主人的，所以讲咱的身份我尔诚尊贵吼，咱是神的囝就是主人家内底的这个公主、王子，安尼足特别的吼。所以爱惜身份听惜主要所有咱的机会希望伫遮就甲咱做伙来分享这段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概论先甲咱做这个介绍咱读就会知，愿主要所甲咱这个看顾保守。咱伫节目的最后，同款要来祈祷结束，咱做伙按头灭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学到你阮听了这个新约概论的每一集仰望主耶稣你圣灵的帮助，互既然爱追求你真理的人，拢会当因着这个介绍，互阮对圣经粗浅来入门，慢慢对圣灵引带来明白主耶稣你的话。圣灵佫称作是真理的圣灵，因为圣灵的帮助保护看顾，互阮会通心眼得开，阮心灵的这个耳孔嘛会通开，得开这个心眼甲眼目，会通互阮来听到神真正救人，会通要交付互阮这重要的真理。愿主耶稣借着这个节目，互阮拢通知，这是生命真正的粮食，会通连到主耶稣你的话，将来归回天家，会通进入荣耀的天国。你为阮备办的，阮感谢我都无煞。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祝福所有来收听节目的爱慕道理的朋友，拢会有机会，拢会当到各地真耶稣教会做伙来查考。会通来得到主耶稣你赏赐的福分，阮将荣耀颂赞学乐性命拢归你。愿主耶稣你垂听阮的祈祷，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遮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奇事，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当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济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有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